在主裁判员多吉次仁的一声哨响，双方的上半场比赛正式打响。站在镜头左侧，身着红色战袍的是名义上的客队当雄县代表队。是。那么从右侧向左侧进攻，身着蓝色战袍的是名义上的主队啊，公安体协。公安体协。是的。我们看一下，希勒加措啊，这球给的好。哎。说到一块去了啊，说到希勒加措是今年也在这个山南体彩杯啊，代表过措美拿到了亚军，啊，他的工作地是在当雄。对，后场看一下，等手多吉打门漂亮，1-0的比分。开场这个时间段，开场不到1分钟啊！是的，那当雄这边是获得了一个梦幻般的开局。是的，88号的丹增多吉啊，绰号也叫等雄。对，说是迟来时快啊。那这个时候，88号的丹增多吉等雄是抓住对方后防线中后卫的这个处理球上面的一个失误啊。是的，并且高位的逼抢高位的逼抢这一次是成功了。朱扎，刚刚赛前我怎么跟你说的？是的，后防线的一个漏洞，是不是？好，1-0的比分，目前当雄县是1球优势，暂时领先。是的。直接去打对方防守权身后。那么作为当雄这边要非常注意，公安体协队的锋线7号，他的一个人情边决啊，他的一个远射能力特别强。是的。再次给到边路，等次那么点，自己来，传中，看一下这次1点，打到后点，球权还在等球队的脚下。这下没有示意啊，没有示意，对，再继续没有问题的，因为你看主裁的站位也是非常的好。希勒加措调整，来了个假动作呀，其实可以直接选择打门了。刚才这一下，2过1的配合没打出来。公安的反击，公安队的反击，看一下。那目前在公安体协的锋线位置还是史丹利博，就1名锋线球员。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当雄是基本上是踢一个5-3-2啊。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是踢了一个4-2-3-1的一个阵型。有攻有防。你进攻的时候是3后卫。回来的时候是4后卫。对，是的，甚至如果把一些战术能打出来的话，还可以变成6后卫。就看后防线球员的一个收缩防守。斜45度角传球给到对方大军前沿，丹增朗杰啊，刚刚第一下球没有停好。是的，脚是伸出来了。是的，那是没停好。所以说，在这种比赛当中啊。虽然是业余比赛，但是还是非常考验球员的这个基本功。是的。呼应还是做得非常好，我们在现场听得很清楚啊，队友之间呢。普布扎西，希勒加措。就地的一个反抢可以了。后场啊，重新去寻求这个进攻路线。其实这会儿是有体力的，你可以进行一个高位的压迫。对，整体去移动啊。连续几脚再给看一下，打门！这一下是捅偏了。是的，希勒加措是没有把握住机会啊。是的，出了球门线。那后防线球员当时上抢的时候也是怕啊造成犯规。是的。
本可以扩大比分。对，次人蹲住，左侧。好，2点去反抢时候是手上有动作被吹犯规，拉拽的一个动作。好，继续在后场进行倒脚，去抓，转移到左侧，交给了皮托3点。对，这是吹了一个防守这一边去进行拦截这个进攻方的时候，进攻方是有一个抬肘的一个动作，手上是有动作的。主罚这个后场定位球的是25号的丹增索朗啊，他也是今年在这个咱们银杏杯的时候是代表这个前男友俱乐部的。拿球，直接打门啊，7号，连进边决。两边其实都是去打一个4-2-3-1，就要考验到两个这个啊，一个是防守型的一个后腰，一个是一个中场的一个节拍器，谁能打得更加流畅？其实球员之间的串联也是很重要啊，特别是锋线上的，后场连续的倒脚给到中场，中场再给到靠边的队友，那么中途很容易被对方拦截，或者是自家球员容易出现这个失误啊。对的。好，再看2过1的配合打出来，哎，你看，就像这一次3角的配合，这一下是卡住位置了。对，47号的白马。对方防守球员也是在喊啊，因为是球打到手，但是这个你要看第一时间球击到的这个部位在哪里，有没有扩张？对，球对手，手对球。对，他第一点是用脚先触碰到球，拿球过后，2次是触碰到了手，所以这个是不会被吹手球的。咱们情况看一下这次，自己去打，左脚的打门是没能发上力啊。很有意思啊，咱们当雄这边的门将是不是大家非常熟悉啊？咱们原西藏队的门将葛江村，张春老师，宝刀未老啊。确实啊。有意思的是，昨天在这个1/4淘汰赛当中呢，等雄的绝平球是由他们场上的队长2号的曲扎啊绝平，然后到了点球大战，拿下了堆龙。当然啊，很多球迷都在说很可惜，其实都很可惜，希望是吧？后续的比赛之前做好准备。9分钟啊，现在上半场比赛刚开场。那么这一届赛事啊，这一届咱们的赛事呢是共有15支球队，15支球队目前是到了一个半决赛的一个阶段啊。这场是8进4过后的1/2啊，半决赛。咱们也能看到现场来了不少球迷啊。
主席台两侧，主席台对面还有球门两侧全是坐满。是的，可想而知，咱们拉萨这边的足球氛围还是非常的好。回敲看一下，你看咱们公安系统这边是基本上是2到3脚啊，很快将权丢失球权，因为他不再往这个中间这边是去让咱们的这个中场去组织去串联，对，没有从中场向前去推进。是的，目前可以看出，当雄这边更多的是经过传导，在组织进攻。那么，公安体协这边目前是1-0，暂时落后，再加上场面上还是比较被动啊。锋线上人员比较少，进攻点少，然后再一个就是一直在打一个防守反击。咱们兄这边啊，以这个88号啊丹增多吉为主导，担任咱们球场的一个节拍器啊，进攻节拍器。对，拉萨市队的球员，俱乐部也是另类奥训的球员。当雄队的高位逼抢1点，哎，这停球是停给了对方啊。看一下，队友是没有停好球啊，不然11号皮特三根也在进行套边。胡斯尼，想要来一个挑球过人，但是被防守队员用手去挡了这个位置。对，当然是起跳过后自然状态下啊，手球啊，中圈附近啊，全场的一个中圈附近的一个定位球。上半场比赛的第一个定位球，14号喇叭字典。看一下这球的质量，门将不敢轻易去拿球啊。外九杯再给到中路，没有自家的队友啊。是的，所以说提前观察还是得有。是的。其实你可以再把这个球呢控制住自己的脚下啊，去组织一下，而不是过顶。自己的队友也没有跟进啊。你看目前等冲这一块还行，还不错。对，还是。那么反观咱们名义上的主队公安体协这边是，到目前啊13分钟，中场是完全的脱节，进攻全靠这个过顶球，长传给身后。好，那这边多吉森也是给了88号口头警告啊，这时候得注意啊。是的。我看一下那边的边后卫是33号森纳乌。等雄这边是早早的取得了进球啊，梦幻般的开局。好，防守端的犯规。12号被放倒啊。詹子朗杰刚刚前面时间段是一直在右侧。是的。下底给队友创造机会，那刚刚是来到了左侧。咱们兄的萨拉赫是来到了后腰的这个位置。
可以这几下，哎，先是蹲捉拿球，再做给队友。太随意了啊！这些传球对，浪费自家队友的一个体力。对，所以说从目前场上这个局面来看的话，国安体系更多的是要把握好每一次的机会，处理好每一次的传球。可以多利用这个球场的一个宽度啊，一边是左边路的24号尼木内马尔次仁顿珠老将。开场不到1分钟啊，对， 88号的但增多迪，所以说高位逼抢过后抢断打门梦幻般的开局。胡斯尼，哎，人家的转身可以拉回来，再给，还是挺冷静啊。一传裆传出来了，这一下是穿了个防守者的小门啊，再给没有问题。哎呀，你看等球了这一下，进攻端的球员主动去赢球。是了，你本可以身体的一个卡位，还有这一下再扣，没有问题，对，是的。定位球。12号啊，又12号，丹泽朗杰。丹泽朗杰扣完的这一下是磕到了防守队员的脚上啊。对，那目前在当雄的进攻点上面，12号丹泽朗杰的话，进攻端还是比较活跃啊，非常活跃两侧都有在进行参与。自由人的感觉啊。推拉半直接任意球。我看一下，88号丹泽多吉，14号希尔加措同时站在球前啊，看谁最终会去处理这个球。开火权我认为88号了，对，丹增多吉。其实这个位置你可以适合这个左脚的球员啊。那么比如说咱们汪队老师是吧？左脚是非常的有意思。咱们汪队老师的左脚，我看一下丹增多吉多吉。哦呦，打了一个战术，希尔加措打门右脚的捅射呀，这一下。是的，对方的防守风度非常及时，对方2名防守球员。是的，这个捅射是被防守队员给封堵出来啊，对这个就非常的关键。第二时间的打门还是反应过慢。战术是打出来了，这一下。我们还以为是直接的一个射门，没想到丹增多吉是跟这个希尔加措是来了一个配合。头球，给到了角球啊，左侧。依旧是丹增多吉啊。对。硬伤过后啊，伤愈复出，今年也是，因为在去年第2届山南16子杯当中是硬伤代表拉萨狮队参加比赛的时候，当时也是冠军队的球员啊。好，看一下左侧的角球，战术角球给出来，再做，再戳进去，外围，直接抡了一脚啊，出了球门线。像这种如果给一个战术的角球的话，那么国安体协的这边的后防线其实完全可以造这种越位的。对，那刚刚他们在发的这个战术角球目的不是那么明确啊。是的。
还是打不开呀。对。你完全是后场的这几名队员拿到球，啊，直接是给到了锋线上的队员。我看一下这边进行套边，被对方给识破，转移到左侧，看一下会不会来，没有起脚，回做可以，打法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队友之间的这个串联，心有灵犀啊，这种的，下意识的去提前亮，这个没有做到。吃人珍珠。这球给的还是非常不错，两名中后卫啊一直在跟防着对方的大前锋7号，点球。20号的格桑拉这样，就是我认为你还是多打打这种左右两边啊，因为你要打这个过顶，当琼这边的后防线的队员都是身高，对，特别是在落点上面是明显人高马大有优势啊。是的。口头警告啊，这一下。但是多吉得注意了。对，作为咱们的裁判员，这边是我在这个区域33号啊，我在这个区域给你一个警告，这个区域我已经在说了，然后这边第3次，不好意思，我要拿牌了，他的这个手势非常的不错啊，在这个区域我给你警告，在第2个区域我再给你警告，第3个区域好，不好意思，我就要掏牌了，没有问题。本场的第1张黄牌啊，是给到了33号斯纳乌，没有问题。这个还是没有威胁到公安体系这边的门将77号丹真阿旺。是的。那作为咱们每场比赛的各位裁判员的话，也一直在引导着球员，也在保护着球员。是的。那咱们的口头警告这一类也都是啊。是的。咱们足球的这个章节啊，17章里面第1章就是保护球员，对，身心健康，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节奏还是依旧的快啊。是的。点球看一下，还是没有过到对方的第2名防守球员啊，最后1名防守球员。那么这个时候再给大家播报一下，各位正在收看的是咱们拉萨市第2届运动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足球项目的咱们拉萨市运会啊，也是半决赛的比赛。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场上对战双方是从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着红色战袍的当雄县代表队对阵从右侧向左侧进攻，身着蓝色战袍的公安体协。目前比分是1比0。当雄县这边是1球优势，暂时领先。是的。那他们的进球队员是88号的丹增多吉。也是通过这个高位的逼抢啊，自抢，自己抢下来，自己射门，1比0，梦幻般的一个开局啊。是的。好，看一下88号丹增多吉，举发这个右侧的定位球。1点头球，没能顶正啊。是顶到了。对。好，补水。好，1分钟的补水。给双方2队一个补水的一个时间段啊。对，时间也是来到24分钟，马上25分钟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双方上半场比赛虽然是有着被动跟主动的这个明显的区别，但是可以看到两边的节奏还是打得非常的快。
主动权还是在当雄队的脚下。对，为什么？因为目前他们是在打着传控，而且是一球暂时领先，所以说心态上面会有所不一样。是的，对，当然啊，国安体协这边还是可以做出一些调整，因为目前才是上半场的25分钟，对吧？咱们常规时间有90多分钟呢，那往往有些时候我也经常喜欢说这句话啊，进球就在一瞬间啊，是的，就看你怎么去处理，怎么去把握每一次的进攻。所以说，赛前的前瞻当中，我们两个所说到的后防线的防守端是非常的重要。那么，目前国安体协这边更需要做的就是防守端的收率要降低，再加上进攻点的把握机会要有所提升了。对，就像主扎说的一样，国安体协这边的锋线位置没有看到两翼的一个作用，更多的是去给到对方身后的传球，让大前锋单兵去作战，面对对方的3名，人高马大呀对是的。其实不现实，你要如果打这种配合啊，过顶这种，你就根本过不了这。你看两个中间的一个中后卫的两个这个关，对，而且你锋线上还是吃亏啊。好的，补水一过啊，补水一过很有可能进球了。对，这个是前兆嘛，那么很多啊，很多比赛这个咱们这边很多比赛经常你看出现的啊。对，补水一过，就很快就会发生一个进球。对，为什么短短的时间里面还是能够进行调整？但是，主扎你要知道，还得看球员的这个执行能力了。对的，你通过这个补水的这个时间里面啊，就要看两名主帅去怎么调整了。对，要根据场上的这个比赛的走势。好，马上恢复比赛。国安体协这边的门球，补水环节一过，还是想给这个身后呀，咦，这下是穿了个小门儿。很自信啊，22号球员胆子朗杰。其实这届赛事，我们以观众的身份，平时在看球的时候也是发现，新老交替的也是有啊。是的，对，更多的让我们看到很多年轻新秀的一些亮眼发挥。这个球给的可以，哎，外脚背的传球这太随意了呀，希勒加措。14号，希勒加措。太随意了，刚才这个球。你还是过不了这一关。你再怎么给，中后卫就是过不了这一关。我们看一下，是20号的格桑绕单跟2号的缺炸。其实还有什么，就是中锋把这个后防线的中后卫可以给拉出来，是吧？你拿不到球，对，吸引防守，你把他拉出来，是吧？给队友创造机会呀。对啊，制造空间。你原地杵那儿也不是个办法。对。哎，这个停球。其实我们在现场可以很清楚听到，国安体协这边教练也一直在看啊，多要球，而不是原地等球。不急，可以给到边路啊。靠边了啊，边后卫11号皮托3点，第一下没有给，被对方给识破，并且将球给解围出边线。19号的胡斯尼。边裁举旗，是出了底线的。
那这场也是半决赛的第一场，那么这场结束过后啊，那将迎来大字区代表队对阵教育的比赛，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1/2淘汰赛啊。对，其实这2场比赛也都可以说是万众瞩目啊。进入到4强了，就没有弱队了。对，你中场必须得有人去接应啊！你去踢这种身后的这种球，人家当球后锋线不给你机会。两边打法是有所相同，都想去打那个传控，但是占优这一边的当雄是能够集体参与进攻、集体回撤防守。1-0的比分啊，目前上半场31分钟。刚刚前面是强光照射，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友好的。哎，这一下 Tiki Taka 是打出来了，给到边路回接，回接球的越位。看一下，给到了88号的丹增多吉啊，因为之前就有2次的一个口头警告，第3次不好意思，我直接给你掏牌了，黄宝石。所以说要注意啊。给到了丹增多吉。这顿珠一直是尼木县队的主力啊，已经参加了2届的拉萨村超，之前也是参加过堆龙的精英杯，还有堆龙的邀请赛。再看斜向的转移，大范围的一个转移。对。就怕出现失误啊，那直接将球解围出了球场外围。头球回做，看一下协防，球权的转换。今年等雄在这个村超这一边是拿到了第4名啊。刚这个踢完的咱们的拉萨的村超啊，当雄是拿下了第4名。好，抓乡村。后场只有2名。你要高位逼抢，你要整体去移动。对。你就让一个单箭头去移动，很浪费体力啊。很危险啊！这种还是真的很危险，给门将来了个措手不及啊！这一下是还好啊，给到了门将的脚下。门将要是位置再靠右，时间差没有掌握好的话，很有可能出现失误。乌龙球啊！当然啊，那也是被迫被对方一直在做一个高位的逼抢。好，角球，那当雄这边是获得了本场比赛上半场的第3粒角球机会。到目前为止啊，全场的第3次啊角球。好，这边又是左侧，看一下会不会去打一个战术角球。第一落点，两边的争顶，注入头球，这球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进球无效。这边是吹了一个冲撞门将啊，冲撞门将没有问题。第一下是被门将给碰到了。对。那作为本场比赛的主裁
次人注意力也是非常集中啊。门将啊，刚刚这一次扑救那也是立功了啊。那当然，第一时间的这个触球很关键，其实只要抓网，好，经过简单的治疗，还是站了起来啊。确实，刚才这一下非常有危险。对，你要是被进攻队员第一下是顶到的话，那是有效的，那有效得分。角球啊，往往会给对方后防线带来非常多的麻烦、混乱。好，看一下边觉没有意识到身后的防守球员。打身后给的稍微大了一点，没有拿好球，球权的转换。很温柔的一个斩断啊。当从这边是很多是他们的这个汤乐俱乐部的。对。然后另一边是咱们的公安啊，公安。所以说，两队已经踢到这个阶段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好，咱们的第一助理举旗是给了一个中端越位啊，中端越位。边路萨拉赫再给丹增多吉转身，还在进行高位就地的反抢，打门，差之毫厘呀！对，本可以梅开2度，又是这个自己抢回来啊！对，自己去射门。88号的丹增多吉，邓雄，他的绰号就叫邓雄啊。是的，又喜欢被人叫普琼啊，当雄的普琼。好，吹的是防守端的身后推人，为数不多的机会，前场中圈附近的一个定位球。那主战，你看从上半场比赛开场到现在啊，那公安体系这边是没有获得更多的进攻机会，是不是要换一个简单的进攻方式，多去外围，多用外围的一个远射去轰对方的球门？是的。主罚队员应该是7号，7号啊，任清边觉，任清边觉，拉恰。对，效力于拉萨城市青年足球俱乐部的一名球员啊。任清边觉，小碎爬。啊，刚刚在跟裁判交流说，对方的球员有干扰。12号的邓真南杰啊，看一下这球，一脱手，没有问题。2下的反应还是非常快。是的，作为一名47岁的老将，原西藏是西藏队的门将啊。对，扎西江村，江村老师，反应速度还是非常的快。不愧是狮子王啊。
你说狮子王让我想到咱们的卡恩啊。对。好，中圈附近的定位球，看一下单子多吉。直接起到对方禁区，头球的解围。关的反击啊，哎，你再次给到边路，其实第一时间可以就给到边路了。还有球权。好，88号丹增多吉的上抢啊！一定要小心了。连续2次给了定位球的机会。是的，小心再小心啊！对。还好是没有给牌了。刚刚这一下是反击过程当中，网光体协这边上半场比赛唯一一次比较流畅的反击和传控过程的，也是利用了这个后防线2名队员的一个失误啊。对。想要用速度去生吃对方防守员，被迫啊，只能以这种方式拦截。7号的人气面具。4名人墙的一个站位，看一下这球的质量，能不能为自己球队扳回一城，就看他的这个兜门的质量了。再看门将的发挥，9.15米的一个人墙距离。这一下小翠跑，选择直接打门，没有压住啊，高出了横梁，还是没能压住。42分钟呢，双方的上半场比赛时间不多啊。1比0的比分，目前当雄这边还是开场不到1分钟的这个进球，目前暂时1球领先。是的。上半场的这个补时应该不多啊，因为没有出现过多的一个伤停的阶段。7号米就多接。当雄那边的7号球员更多是处在防守端啊。米就多起。这个比分，这个时间啊，让我想到了，欧冠决赛，咱们的阿森纳也是早早的取得了进球。对，是的。但是，不管是业余赛事也好，职业赛场也好，那每一场比赛都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出现。对的。切传14号给到希拉加措。看一下比作3点，在传中，给的稍微低了一点。这种球你可以给到你眼前的队友啊。对，就近。对，就近的一个队友。没有处理好。中场去要球，非常的关键，可以带球，人气面球。还在脚下。好，这边又是吹的防守端的犯规啊，无球状态下。是的。因为进攻队员在进行前插过程当中啊，有一个阻挡。对，是的，2号的去扎，阻挡推人啊，弧顶处的一个定位球啊，任意球3次了，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啦。7号人形边球。是的。你看这一下单箭头的作用就出来了。好，也在进行着口头上的警告啊。好，这时候第4官员举牌示意双方上半场比赛补时2分钟。是的。这一边啊，咱们公安系统这一边是30。
3号斯纳乌，还有7号的忍清变决。哎，88号的丹增多吉去在偷听他们的一个战术的一个。对，其实场上是对手啊，场下这些兄弟啊，是的，他们关系是非常的好啊，而且很调皮。88号的邓兄啊，去偷听他们的这个定位球的一个战术。球前还有着队长24号村人珍珠啊。一个是村人珍珠，一个是忍清变决啊。 6名人墙，那这球怎么说？那我认为是打一个战术了。这一下，小碎跑，斗门，双拳将球击出，门将的站位还是非常不错啊。你没有把握去这种球，去接这种球的话，还是用双拳啊接出去是最保险的。 哎，这个时候刮起了风啊，场上。大脚的解围。好，那么这个界外球一发呢，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了。是的，比赛的场地是在咱们的飞龙滨河体育公园。拿球转身再看，想法是好的。回撤防守的队员将球给拦下。好，这个时候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的上半场比赛结束。那么最终比分是定格在了1-0啊。好，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拉萨市第2届运动会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足球项目的半决赛的比赛啊。那么欢迎回到下半场的比赛，半场战罢，相信两边都做出了一些战术上的调整，去迎接下半场的比赛，更好的去组织进攻，更好的去防守。哎，这边。 公安这边是做出了调整啊，换上了8号的王子文，他们的秘密武器是吗？8号王子文，还把那个10号的索朗丹巴给换上。是的。好，两边气势还是如虹啊！下半场比赛刚开场，两边都做出了一个出征仪式。那么目前场上的比分依旧是1-0，当雄县这边是1球优势，暂时领先啊。 那咱们的现场这边球迷也是热情高涨啊，也是持续几天连续到现场观看赛事。是的，所以说，那么也很庆幸咱们拉萨这边足球氛围也是同样的好。好，随着本场比赛主裁判多吉次人的一声哨响，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正式开打。那么，正如各位在镜头中所看到，从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着蓝色战袍的是公安体协，那么从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咱们的当雄代表队啊。对，身着着红色战袍啊，1球优势进入到下半场。对。 当雄队呢是在开场不到1分钟是取得了一个梦幻般的一个开局啊，1-0。然后就要看这个双方两队的主教练啊、主帅2名主帅，也是2名主帅之间的一个博弈啊。对，看做出怎样的一个调整，特别是进攻端的调整。是的。
那么公安这一边的主帅是普普斯人啊，当雄这边的主帅是洛桑丹增。嗯，对，也是老球员了。是的，从球员到教练。那么现在担任着各支球队的教练也是非常不容易啊。又要有球员的这个身份，要有着比赛的一个经验，那么还得学习更多的理论知识。是的。好，那么本届赛事的竞赛场地是在咱们堆龙的滨河公园，藏系故乡啊。上古药王故里上古福地堆龙。对，我看一下，自己带。长跑云丹，速度还是很快啊。是的。这也是本届赛事的第一场1/2淘汰赛啊。第二场呢是由咱们的教育系统对阵达兹区啊，强对决。那么国安体协这一边是上半场是完全处于一个被动的一个状态啊，虽然是获得了位置极佳的几次任意球，还是没能把握住。所以说得看一下半场战罢过后他们的这个人员调整能不能起到一些效果。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下半场一支公安这边也在进行着这个高位的逼抢。好，11号平泽3点持球向前推进，左脚的斜传，精准找到丹增多吉，左脚打门，门将的出击，将球给封堵。这球给的好啊！对，确实精准11号的萨拉赫，他在这个今年的村超当中是表现优异，在7人制当中啊，这次11人中呢他是担着一个后腰的一个位置，这球给的好。德姆兄是顶在了锋线上，对，还是想把比分给扩大。斜长传，库斯尼的头球没有处理好球，次人蹲捉给到中路，过掉了2名防守球员，再塞。没有摆脱掉。就地的反抢，王子文交给中路，民居斗鸡，给一个过顶。这下是站住了位置，是想要找到希勒加措呀。两边的一个对角。处理球啊，这几下的还是很不错。看一下，单对单，才能这往里内切打门。2名防守员的封堵啊！是进攻队员是先有一个拉拽的动作啊，侵犯到了8号的王子文。对。对，在咱们犯规点比赛当中啊，那是随时可以进行这个快发的。当然啊，前提条件你要看对方进攻队员是不是有在进行干扰的话，那只能听哨了。很多球员的意识都是说，我们是在后场发的这个呀，可以发这个快发，所以说
其实你还得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规则。全场都可以啊。看一下，边裁举旗，处在越位线上了啊！咱们的二柱索朗云丹，远端的越位啊，远端的越位。要求换球。我看一下后场。没有给到有空当的队友，那就转身，选择直接打门。这个胸部停球是停给了对方，这一下子失误呀，2打4，速度非常的快。德兹朗杰门将的出击，这边88号丹斯多吉是倒地啊，看一下，直接给了47号，补了黄牌啊。白马一张黄牌，因为刚才这一下是有力的进攻。裁判是没有第一时间响哨，对，然后呢，他再去补牌，没有问题。这也是本场的第3张啊，黄宝石卡。34号的斯南乌黄牌，47号的白马。拉萨公安，好，马上恢复比赛。半场的定位球，当中的界外球。对，刚刚是口误啊，因为是进攻有力，那来到了对方的右侧直界外球。对的。这一下是界外球，应该是碰到了防守队员的脚上啊。那么是这样的话，是加起来是第4次的角球啊。当中的第4次角球，角球开出来1点，还有大门，14号的希特加措后点跟进的补射，那对方防守球员啊，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去将球解围的时候，没办法将球捅进了自家球门。是的，好，再次扩大比分，2比0，利用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啊。对，连续4次的角球。那国安这边刚刚前面连续也是获得了定位球的机会啊。是的。希特加措，比赛来到65分钟。55分钟。
后场。对方王若轩的一个上下，没有让进攻队员很好的去将球给处理，传给队友的脚下。是的。那么这一场比赛也是本届拉萨市议会第2届市议会的足球项目的半决赛的第1场比赛。是的。目前已经来到了双方下半场。分给朱洛，次人跟朱，再扣。这球是没有给好。咱们这边的通病就是第一下是抬不起来，对，头还是抬不起来，去观察一下自己队友的一个跑位，头抬起来，是很关键的。让我想到了咱们的一个网络上的一个梗，头抬起来。对，是的，其实要在持球推进过程或者是上前逼抢过程当中，要提前去做好这个观察。是的。19号胡斯尼。我们也能看到场外有这个咱们的达兹区代表队在热身。对。这一场踢完了以后呢，就是1/2淘汰赛最后一场比赛由咱们的教育系统对阵达兹。我看到两边都要进行人员调整。那么这下压力更多的在公安这边好，两边都做出人员调整。那公安体协这边要做出人员调整，是要换上3号的格桑丹增，换上2号的曾王多吉。然后当雄这边是换下了强贝云丹17号的强贝云丹换上了5号的登基塔杰。对，那这边也是换下了身背1张黄牌的33号斯纳乌。是的。还有19号的胡斯尼。那么上半场比赛这2位球员也是非常的拼是的。对，那还得根据球员的这个体能状态，教练员进行一些调整，也只能说是竞技状态吧。好，这边应该吹的是干扰对方发球是的。88号丹增多吉得小心了，一定要小心了，他是有身背1张黄牌了，在上半场的时候。两边都得注意不管是谁胜谁负，对吧？那黄牌更多的话会影响下一轮的比赛。对的。左脚。好，两边都没有拿到球权。11号的拼错。好，看一下刚换上场的格桑3号，咱们的老将这个球这3点又像是顶膝又像是这个左脚的一个直接又像是顶膝，是的，非常的有趣是的。
3分钟，再给王志文左左脚打脚射门门，可惜了这一下。对，其实还可以稍微往内再切一点点。也可以往前带一带。对，塔杰自己带，去找队友加速。好，冯尔泉的上抢犯规。哎，这边是给了一个黄牌啊，23号的索朗群杯，这也是本场比赛的第4张了。对对对，黄宝石卡了。刚才倒地的队员也是山南市队的球员啊，希勒加措林加德啊，林布，对，是吧？因为他的一个进球完了以后的动作就是一个吹笛子，啊，人送外号啊林布。今年也是代表托纳啊拿到了亚军。这边定位球的主罚队员是88号的丹森多吉，等兄。踢到对方禁区，还有球权。塔杰，想打门，想做调整，但是对方直接封堵。自家场上的队长也在转身再快一点，对，是吧？5号的塔杰，一点，看一下这边的反击，再扣，速度很快，那么杰。传中，看一下塔杰，1点，塔杰还有没有机会？哎呦，这个身体对抗呀！是的。好，进攻队员5号塔杰是对抗过后啊倒地。那与之进行对抗的是25号球员丹增索朗。第一时间啊没有让他完成打门，给了一张黄牌，25号。第5张黄宝石卡。小声一点，好吧？坠球，高位的逼抢，交到左侧，过顶，
格桑，没有越位，看一下出来了，当打门，当大门，没有去打反脚。这一下是有点正了，这一对下机会是出来人情啊。边决，原拉萨是对的，人情边决啊！俱乐部是拉萨城市青年，5号的塔耶，再给到边路啊！回传给门将啊，江村。对，门将拿球之前也在跟队友示意啊，拉边，让队友也去充分的利用好这个场地的宽度啊。嗯。精准的直塞，再给到塔耶，左脚的一个打门，打门还是有点慢，没有挑射。对他，而且是调整，感觉像是调整啊。对，连续2次啊，门将立功。嗯，没能把握住机会呀，塔耶。其实完全可以搓起来。对。非常的积极啊！对88号丹增多吉。站着朗杰自己带，分了出来再传。其实完全可以漏给啊！是的。塔杰，过掉了。哎，还是很冷静啊！国安队的47号球员白马，反抢过还来了个马赛回旋。你看，目前两边节奏突然加快啊！是的，突然加快。所以说那会非常消耗球员的这个体能。哎，加错，第一下球没有停好。笛子这一下是没能停好呀。对，是的，加错。停好了，又是一次机会。其实11号比图桑天刚刚是想与他进行这个撞墙的配合啊。嗯。3边，再次做给加错，左侧调整过掉了，内切。哎，这一脚打门没有吃准部位，没有包起来。是的，内切你完全可以兜起来呀。对。其实这个时间段没有对方防守上前逼抢的情况下，内切、抽射都可以，就看自己怎么去选择。是的。3号格桑可以给到边路呀，这是在浪费球权。对，完全可以给到右边路的24号的次轮蹲珠，他已经跑起来了，就是没看到次轮蹲珠。对，观察呀，观察。后场倒脚。左3点。咦，前场很空。塔爹。
过于着急啊，这个球。王子文，随着一个时间的流逝，体能的一个消耗，双方两队都有失误啊，失误频频。再加上连续几天的比赛，是的，失误频频，那就要看两边的锋线队员能否把握这个双方的这个失误，去转换成得分。对。你要说，哎，上半场刚开始的还可以去就地的反抢，体能的下降，失误也变多。哦，可以。拿球，节奏上的变化。球权的转换来到左侧直接外球。2号去扎。哎，多打脚下。哎，这个球你人走了，球是没到他脚下呀。其实目前的这个2-0的比分啊，作为公安体系这边迫切的需要一粒进球来提升球队的士气，但还得看球员的发挥啊。你要在75分钟到80分钟，对，你要取得进球了，那还有机会扳平。对，这个球还是球速有点慢啊。随意的传球很有可能让自己的队友受伤，是吧？因为两边都要去争这个2分之球。对。给到塔杰，外围抡了一脚，门将射的精彩，对，扑的漂亮。这种扑球方式还是比较大胆啊。你看中场就没有队友去接应啊，给过顶，长传，哎，这一下拿球，停的不好呀。这个时候7号的任清边觉得注意啊，连续2次出现了停球上的失误。老将啊，也是。对。塔杰拿球，在做。丹增多吉一直在喊啊，慢慢踢，不着急，多打脚下。是的。哎，一直在主动的去要球啊。从对方前场到中场，再到自家的后场，连续进行传导，控制着这个球权，那么也让对方变得比较被动啊。
好，看一下2点。好，手球啊，2个队友争到一起去了。拉瓦茨典想给到右侧啊，比赛也是来到了过掉了，看一下75分钟，传中后点，给的稍微大了一点。是的，其实就应该多打边路呀，对，多打边路。你要说踢这种过顶呀、长传冲吊，首先就要看到当雄这边这几名的后防线啊，人高马大，身高是没有优势的。王子文，看一下格桑，很积极啊。是的，因为你是处在一个落后啊。对，当然作为老将都这么积极，作为其他位置上的年轻球员更应该得积极一点啊。是的。转身，对方3名防守球员的一个上抢。2名防守球员通过卡位护住球权。那么这一场是半决赛的第1场啊，各位，目前正在场上进行对战的是从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着蓝色战袍的公安体系，从右侧向左侧进攻身着白色战袍的当雄 A。第6张黄宝石卡是给到了场上的队长啊，缺炸，拖延时间。那么这样的话是比赛时间是来到了下半场的35分钟啊。对，时间不多了啊，只剩15分钟了。如果说是加这个的话，补时补时时间的话，也就顶多15分钟。对。过掉了，看一下，第2下的处理。那在他们内侧还是17号的，应该12号啊，单增朗杰，王子文，3号格桑。其实没有自家的队友去拿球呀。对，接应，完全是处在那里。王子文拿球，秘密武器来了，
再给可以，2过1的配合打出来，弧顶，哎，可以射门呀，格桑，完全可以射门了。对，用脚弓去推，很有可能得分，是吧？为数不多的机会。其实有些时候啊，那还是有很多方式的。是的，给对方制造混乱，让对方防守球员被迫守球，需要球点球是吧？嗯。掷界外球的威力啊，对，那么咱们的主裁也在引导着场上的球员啊。对，在细讲的各项的一个赛事规则。球权是给到了当雄队啊。两边都有这种掷界外球的威力啊，都有失误。哎，你这个球传的，可能是以为左侧是有队友啊。对，但是队友已经套边了。对，没能想到一块儿。大家也从咱们的镜头中可以看到，现场的球迷啊非常的多。出来，单针多吉，再给塔杰，有没有机会？打门，这球打进了。是的，这一次是终于把握住了机会啊，扩大了比分3-0。对，从右侧给到88号单针多吉，将球传到了前插的5号塔杰，扩大了场上的比分，0-3的比分，3球优势啊。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打门，打在了边网上面。是的，那上半场比赛直到现在，国安体协这边进攻端为数不多的一次很好的进球机会啊。其实这两队呢，不是第一次交战啊。不是。塔杰，没有队友跟进呐。是的，那么在拉萨市第6届体彩杯足球联赛的时候，当时国安系统也是0-2负于当雄队。对，当雄啊。也算是复仇之战。几经当雄。但是这一场没有完成复仇呀。对，0-3。当然啊，每支球队每年的一个阵容都有所改变。是的。责任盾珠，给到8号王祖文，加错，给到边路，拼错3点，单对单。再扣，连续的一个变化。这一下抬肘了，这一下。对位的防守，一边是进攻队员11号的平头3点，另一边是25号的丹增索朗。对，我们看到当雄这边要进行第2次的人员调整。那么这样的话，门将也要换下来啊。
两边都有。一击他的一个动作，疯子一击他的一个动作，再现于咱们拉萨市第2届这个咱们的运动项目世运会上面，让我想到疯子一击他。谁能想到啊？是的，那么也是获得了全场的掌声啊！是的，一击他再现。门将77号，丹真阿旺。是的，他的刚才这一个扑球的方式啊，蝎子摆尾一击他。时隔多年，是的，再现到咱们的拉萨的世运会啊。好，那这边也是做出了人员调整，把他们的主力也给换下来了啊。对，第2次人员调整。77号的丹真阿旺啊，艺高人胆大。是的，艺高人胆大。最佳扑救了啊！0比3的比分啊，目前下半场时间已经来到了42分钟。确实，刚才这个扑救的动作啊，瞬间点燃了全场。给到边路76号均平错，往里切，也是纳许市队的球员啊。均平错，左侧，在观察着队友的跑位，回敲。这边是换上的9号丹兹罗布，也是一名老将，对，绝对是大心脏。刚才这个扑救，还是沉浸在刚才他的这个蝎子摆尾啊，让我们也是想到了这个哥伦比亚的一个老门将、传奇门将伊基塔。对，当然啊，随着刚刚那一粒扑救，那么咱们很多球迷都在说啊，再来一个。他的那一次扑救也是给国安这边虽然是落后啊，扳回了一城。是的，也可以这么去说啊。最佳扑救了，本次世运会的最佳扑救。好，下半场临近尾声，就看第4关会给出多少时间的一个补时。连续的摆脱啊，王子文，侧面蹲住，再给王子文。这球没能追上，给的稍微大了一点。是的。好，那刚刚第4关举办是以双方的下半场比赛补时5分钟。
次轮炖猪，持球，你看，德木兄这一边已经是摆大巴了。对，回撤防守特别快。看一下边决拿球，有没有机会？还在等队友回再做，给射门。哎，进攻点太少。终结能力啊！那现在已经是补时阶段的比赛了。好，中了边线。捅传，看一下，他给，给，哎，队友没有意识到啊。而且这球是给大了。那目前正在进行比赛的场地是在咱们拉萨对隆德庆区的滨河公园。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啊。那么场上对战双方是目前处于落后的身着蓝色战袍的公安体协，那么与之进行。哎，我们看一下，哎，另一边他们的对手是身着红色战袍的当雄县。没有及时的传球啊。好，看一下4个点，找塔健。咦，看一下，落点没有拿到球啊。所以说落点的判断上面还是需要注意。取赢平错。任其边决，自己打门，这一下看一下后点根基的补射。24号的次轮炖猪。对，那么刚刚7号的边决，他也是卡位护球，那么也是顺带过后打门，门将出现了脱手，那下地还是很快。是的。好，1比3，扳回了一城。这球来的太晚了。是的。好，那么这个时候，随着本场比赛主裁判的中场的哨响，3比0的比分，当雄队是笑到了最后啊！凭借着稳定的发挥，他们从小组一路高歌。那么在半决赛赛。